兔仔甲龟。有一摆，兔仔分家龟讲，伊走诶速度比别人拢较紧，无人会比得。伊讲，我若拼命走，前到搭毋捌输过，我挺好甲所有诶动物挑战。龟真冷静，答应讲，若安尼，我接受你诶挑战。兔仔讲，笑死人，连你也敢要喊我比赛，我绝对规路拢走赢你。龟讲，伫你还袂输进前，做你尽量臭屁无要紧。因随就开始比赛。兔仔一下仔就走到无看见影，毋久真紧就停落来。我头笑龟真是毋知天有偌悬，地有偌高，笑煞就倒伫草仔补休困，不知不觉煞困去。龟一步一步慢慢爬爬，拢无停。兔仔困醒诶时，看到龟已经得要爬到尾站，这时伊搁较安怎拼性命走，嘛无法度甲龟捉着啦。做代志要是爱脚踏实地，认真拍拼才会成功。